呢一度叫做 Moo Diner， 呢個係夏威夷菜，夏威夷英文夏威夷。呢個咧就係 lunch set 嚟嘅，不過佢夜晚好多好嘢食㗎。呢度係一啲芝士系列啦，我極度推薦嘅 Chicken Lau Lau， 1200 yen。呢個海鮮麵1190 yen， 加埋稅都係幾十蚊港幣啫。不過我試下呢個先，究竟夏威夷有幾好食咧？哇！夏威夷啲汁啲味好濃啊！好啦，夏威夷，我要吉爆你嘅蛋啦！哇！呢個扒幾厚啊，夏威夷！咁正嘅日本餐廳，點少得相機食先嘅甜品啊？哇！夏威夷 pancake 係呢間餐廳嘅首創嚟嘅。哇！呢個不得了啊！Moo Diner 全日本得6間分店嘅啫，想知地址啊 ？PM 我話你知。喺我身後嘅 Noo 茶屋町同埋 Noo Plus 茶屋町，無論你係男女老幼，都一定揾到你中意嘅潮物。冇錯，呢一個牌子香港都有店嘅，但我可以話俾大家知，喺呢度買嘅嘢超過一半都係你喺香港揾唔到，得日本先有嘅啫。我啱啱就睇中呢一件男裝褸，又有女裝，着上身加埋擺上頭嘅都有。唔同期間會有唔同嘅限定，可能係童裝、男裝、女裝嘅限定。呢度淨係褲，男仔就有5個系列，女仔有4個系列，所以無論你係咩身形，中意咩 cutting，都一定着得有型啦！我第一次見到呢間鋪頭呢，就係喺東京原宿嘅。不過我嚟過茶屋町呢一間鋪之後，我就愛上咗，因為佢地方大，分類好，擺晒我中意嘅牌子。我唔識游水㗎，不過我中意滑水，仲中意買咯。滑雪你啱唔啱玩啊？趴東啊？踩板咯，擺上邊嘅。擺中間嘅，下面着嘅都有，一間鋪裝備齊全，邊度揾啊？梅田咯。齋睇字面，你會讀 Herbies， 但係日本人會叫佢做 Herbies。呢個商場好多 high end 嘢 ，Fashion Monster， 你準備好未？我哋落去 B1啦。Valentino 喎。好高貴啊！啲 sales 買包包，你哋係最中意㗎啦，32,400 yen， 我都係忍唔住啦。Alexander Wang， 我要帶你翻屋企啦。呢一間鋪頭咧喺呢個 high end 商場入邊專賣錶嘅，只不過咧最特別嘅地方咧都係我身後嘅呢一個架，2000條錶帶喺度啊，好多款。呢一個錶扣係可以咧同個錶尾扣埋一齊㗎，就即係可以變成咁樣啦。大約5-6千 yen 就有一個㗎啦，又唔會整巢隻錶，又唔會整爛條錶帶，咁呢1萬幾 yen 都值啦。